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台南30年的老店康乐鸡牛肉汤，顶2个月才来得到必比登的推荐。啊，即摆传出讲头家有货咯，想要甲店拍互人，是互真侪老顾客唔敢丢丢。啊，上新的消息，讲因厝内底的人讨论了后，决定歪收路会继续做。啊，要拍互人的红字条嘛已经掠掉啊。讲因真歹势，欢迎有闲过来食牛肉汤。 牛骨的，牛肉大骨这免讲啊，红萝卜、洋葱，洋葱啊，都用老母鸡。一碗牛肉汤啉起来甘甜，滋味就亲像法国料理，因为伊用老鸡母、牛骨、菜色果子落去炖8点钟，真侪人拢是为着这味来的。因为名声吼，已经透全国哦，透到国外去啊。米其林必比登的推荐。 店面的装潢简单，不过好手艺伫咧8月份摕到必比登的推荐，啊，即摆所传出头家要甲店面拍掉。好笑啊，尤其是阮住的隔壁的。阮隔壁要食物件较方便。真唔甘啦，啊，其实但是因嘛做真久啊吼，嘛希望讲因心理佮身体吼拢会当顾好。食真侪年的好滋味，老顾客唔甘丢丢，不过嘛是家祝福，啊，生意做甲这尔好，现在要甲店面拍出去咧。 当时啊，你工作上的分工啊，最少是分工上有时候不是那么顺畅，这么那么顺畅。较忝嘛啦，真正忝嘛，还有货啊。有种是好代志啊。无影，我讲感觉迄是恶梦的开始。查甫无法度啦，啊查某讲要转来接啊，啊搁阮新妇可能2个会做，要转来做啊。啊，若加一个转来，我就加啊轻松啊。 康乐鸡牛肉汤开店要满30年，头家翁仔某逐工用心伫咧换吊灶，即马后一代可能会转来接。啊，若有兴趣民众，若是想要学煮食的功夫，头家嘛愿意甲你教，就是希望互这个好滋味会当继续流传落去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